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祷告良辰，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歌词放出来，你们可以默想，把时间交给室内乐团。
大家有没有与主相近？感觉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有2、3个人同心合意奉他的名聚集，他就要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起立，用感恩和颂赞来唱这首诗歌《环观大地好风光》。今天您会感受到跟往日不大一样的崇拜顺序，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好像刚才陈牧师在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我们可以与这位爱我们的天父相遇。下面我们要为大家演出的是耶稣沙伦的玫瑰，让我们透过这首曲子来默想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奇妙的救恩。
圣经上说，神查看全地，看有没有寻求他的人。下面这首诗歌是救主正等候，他正在等候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愿意来到他面前，而不是活在我们过去，活在昨天，活在我们的过犯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透过今天的敬拜，我们有一个悔改，我们有一个更新。我们来听这首《救主正等候》。
起来思考的是非凡的敬拜。首先，我们看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在原文里头也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其实在24节里面，他更提到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什么是非凡的敬拜？其实就是跟人间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因为它是用心灵和诚实。对不起，下一张不动。应该对哪里？这个，他说按这个，按这个。好，在我们的天性里面，我们喜不喜欢敬拜？我们喜不喜欢？哇，礼拜天早上如果可以多睡一会儿哈，或者是全家一起出去玩哈，我们到底喜不喜欢将这一天分别为圣，来到上帝面前呢？其实我们的本性哈，有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的动机很复杂。我们会说：“求你用你的大能来实现我的愿望。”哈，如果呢你实现了，我就用丰盛的祭物来感谢你。如果没有实现呢，我就开始怀疑神。病得医治的时候就感谢神，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就怀疑神。我在一个青少年的网站做回信的事工，有一个年轻人来信，他说：“我不断的哭泣祷告，就他祷告的时候一定用哭的，而且用很大的声音，而且很用力的祷告，并且教会所有的聚会我都不缺席，我非常的忠心服侍。为什么上帝还是不听我的祷告？请问他真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吗？”我想我们以为我们的上帝比较会受人间宗教的影响，就是阿拉丁的神灯，你要听我的愿望。那么在接下来我要放一首诗歌，这个就是阿摩斯所提醒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他们嘴唇亲近神，他们办很大的聚会、严肃会，事实上他们有很棒的颂赞，可是上帝却说：“让你们这些都远离我，因为我厌恶你们的歌声，我厌恶你们的敬拜。”我们来听这一首阿摩斯书的经文所写成的哀歌。放错曲子了，是不是？对吗？现在放对了，谢谢。
基督教是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人类的宗教却是人类的寻求，人类的哲理。所以呢，在我们非凡的敬拜里头，每一个主日我们要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敬拜。在对不起，跑这么快，跑掉了。好，少掉一张，好，没有关系。有一个高一的学生，大甲高中，他检讨马祖绕境这件事情。你们知道每一年4月的时候马祖绕境吗？那么他的报告里头他就说，造成了交通阻塞，而且呢打架抢轿的事件非常严重。它的鞭炮跟烟火造成了空气污染。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缺点？绕境的活动一年比一年盛大，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很虔诚吗？你们知道，沿路很多的民众，他们为了要那个叫什么拎酒卡，是不是要去抢那个脚？所以呢，在那个轿前面呢，就大排长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这个妈祖可以听他们的祈求，完成他们的心愿。但是基督教，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非常单纯的，就是来颂赞他，我们就是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是为了求什么。很多人说，环保意识抬头的时候，这样的活动对吗？可是有更多的新闻报道说，这是台湾的文化活动。请问，这样的文化活动很有深度吗？这张图你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在绕境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舞蹈。基督教这20年来也用热闹非凡来敬拜，也用舞蹈。我看你们的网站，你们舞旗也舞得不错哈。不过我告诉你们，他们的舞蹈是一流水准，是专业的，不是业余的。
怎么又回去了？好，他们所奉献的祭物呢，是超大的什么猪公？你们有看这几天的新闻吗？这几天叫做客家义民祭，对不对？好，那么前2天环保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出来说，把一头猪喂成那么肥，是违反人道的，是虐待动物，因为它的4只脚无法承受它的体重，它只能躺着，不断的被灌食。虽然有冷气，虽然给它吃的东西是最好的，可是有所谓的信徒或者义民，他们就跳出来说，这是我们的虔诚。每一次妈祖绕境新闻报道，每一台都在报道。于是有一位牧师就说，妈祖绕境轰轰烈烈，我们也要办一个同样轰轰烈烈的耶稣绕境。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的耶稣需要被我们抬出来吗？不需要，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的敬拜应该截然不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所谓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呢？我上周莲华牧师的课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今年61岁没有关系我很 honor 我可以服侍主那么多年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被呼召。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周莲华牧师的现代神学，那个时候他就提到，他非常的感慨，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怀恩堂的牧师现在他退休了。他说他有的时候在台上讲道，看到台下的会众睡着的睡着，心不在焉的心不在焉那如果今天来说的话，可能还有年轻人在看简讯就是受不了那个手机要动一动。他说他就跑去龙山寺，你们知道台北万华地区，他就在那里静静的看着那些同胞们在敬拜假神。他发现，我亲爱的同胞拜假神的时候是用真敬虔，因为他们的虔诚，他们来到这位假神的面前是全心全意的，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在教会里头好舒服，坐在那里，很多人却不是这样。他也跑去行天宫，你们知道台北有一个很大的行天宫，他发现还有一些好像是有钱人的太太穿着制服在那里打扫行天宫。可是怀恩堂要花钱请人来打扫教堂，但是他们的庙宇是他们自己打扫。难道我们拜真神用假虔诚吗？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盼望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思考我们的敬拜。对不起，今天的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反省、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是某一些潮流、某一些大教会这样做，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复兴。你知道很多中小教会的牧师心里很难过吗？特别是他们的青少年都跑去那里了，因为那里比较有趣，比较热闹。事实上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给我们地上的什么家，我们要爱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不论如何，它的好坏是跟我们有关，所以我们不能
轻易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然后面对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Good TV 所转播的小巨蛋，今年2月的那个聚会，在台上音乐很强的时候，所有的人跳得很热烈的时候，这就是虔诚吗？我家的巷口就是一个教会，他们就是沿用这种方式，结果被邻居告到环保局，一直告到最后，他们是赶快用最贵的材料做隔音窗，后来把阳台那边也全部做成隔音窗，2层隔音窗，还是一直被告，实在是太吵了。他们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敬拜团的练习，8点开始第一堂。最后，请问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对教会的印象好还是不好？这样有没有见证？结局我也蛮难过的，因为巷口的教会就是我年老的爸爸妈妈走几步路就参加的教会，他们好爱这个教会，他们在这个教会发起晨祷会，每天早上6点半，40-50个年轻人跟着我爸爸妈妈、牧师传道，一起为教会守望祷告。爸爸妈妈都过世了，也在这个教会举行追思礼拜，但是这个教会最后卖掉了，去买别的地方，现在这里盖大楼了。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敬拜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可以说是受基督教摇滚音乐的影响。在美国的敬拜历史里头呢，是影响全世界。1960年代的末期到1970年初，很多的嬉皮信主，不少摇滚天王呢，他们就用所谓的基督教摇滚乐来传福音。你们知道标杆人生的作者吗？华里克。这位牧师呢，他就是用这种音乐，所以他的教会从2家人开始，30年后变成23000人。我进你们的网站，发现你们已经有多少年？45年，今年第46年，所以那个是去年的那个感恩礼拜。他30年变成23000人。可是呢，它所造成的是，今天很多人进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是非基督徒进到教会的时候，会问我一句话：还没有走进来，听到敬拜团在练习的时候，就说：“这真正是教会哦。”他以为这里是夜店，或者是夜总会。你们知道基督教的摇滚乐赚多少钱吗？每一年市场的营业额是10亿美金，10亿美金。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基督教的摇滚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卖，非常的受欢迎。代表你们都认得吧？好，你们有听过猫王唱《在花园里》吗？你们知道《在花园里》这首歌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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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的是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主耶稣好像不是这样跟我相遇的哈。有一些东西你们要去思考，音乐是会说话的，音乐
会让一个人的心灵提升，也会让一个人的心灵沉沦。所以教会里头在敬拜的时候所使用的音乐，真的必须要好好的选择。但是呢，对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牧长，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我的教会有最多的人数，有最多的奉献，而且可以建最大的教堂。那么摇滚乐是不是正好有这个现象？因为最多人去听，最多人去买。不过从历史上我们来看，教会增长都是因为什么？苦难。在使徒行传，使徒们是不是受逼迫？许多的人殉道，所以福音才传开来。在使徒行传里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头，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的用饭。上帝就让什么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非常的勇敢。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告诉我们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1970、76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当时，在对岸，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牧师受洗的时候，不是问你基本的这些教义而已，问完之后，最后会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为你的信仰而死吗？你愿意为你的信仰而死吗？愿意的话，牧师才帮你受洗。所以共产党的压迫，请问压制得了基督教的传播吗？没有。许多的专家统计，在极权政治之下，信徒的增加是比我们更快。台湾的基督徒增加的快不快？它还是宣教地区，因为非洲许多的国家基督徒超过70%，你要去非洲宣教吗？台湾的基督徒有多少？包括天主教徒不超过3%，所以这里是宣教地区。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让我们的教会增长，而是用最炫的，譬如说我们用最煽动人的音乐。你们知道，当鼓声敲起的时候，很多有心脏病的老人要小心一点啊，特别有装心率调整器的那一堂绝对不可以有鼓，不然要送医院急救啊，因为那个会影响他。在国外，如果你去参观，他们正统的用这一套鼓的，一定做一个很高的玻璃隔音帷幕，把它围起来。在台北有一个长老教会，他们我是台北和平长老教会的，所以我常常被邀请到其他的长老教会。有一个教会，他们也买了这一套鼓，他们第一件事是请会鼓的专家来看他们的教堂的大小，这个鼓应该怎么样用。这位专家就是第一件事，把鼓全部拆掉，里面全部放破衣服、布娃娃。为什么？他说这样他敲出来的声音才不会伤害会众的耳朵。多少的分贝会伤害你的耳膜，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很多东西呢是热闹吗？如果我们吸引人来教会，是用成功神学吗？
你信耶稣，你一定会成功，你一定会考上大学，你一定会发财，你的事业会成功。真的吗？你们知道，这些教会的牧师是穿名牌的，而且他们非常喜欢用最昂贵的音响器材，最新的科技。譬如说我公布在上面的这个叫黑莓机，这个是新加坡康熙牧师最爱用的，也是美国现在的总统奥巴马最爱用的。你知道这个黑莓机最重要的有一个功能是即时通讯。那么在美国呢，他们也是很多事情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他们就去拍那些神医大会。他们发现他们就用耳机，隐藏式的耳机给牧师，或者用黑莓机传简讯一个人走进来了，这一个人今天是伪装什么样的病痛，那么你就上前去为他祷告，马上他就得医治。他们媒体就把他拍出来，把他拆穿了。我参加台北小巨蛋，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所有的教会联合来一个悔改认罪大会。我跟我的先生我的先生也是传道人，我们坐在最高的上面那个座位距离舞台最远，看得最清楚。整个聚会的过程我非常受感动，我真的觉得圣灵在那里工作，所以高俊明牧师也开声祷告，让我们能够大家和好，一起为主做见证，每一个教派的人都在。我真的流下眼泪，但是我很坏，我还是忍不住偷看了一下台下，结果我发现跪在那里哭的那些牧师们，那些牧师团，那个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哪一位牧师哭得最大声，就把麦克风放在那个牧师的旁边。发现这个牧师快哭完了，那边的牧师又哭得很大声，他要把这个麦克风拿到那边去的时候，就从这里主啊，主啊，就移到那边，就换那位牧师。我跟我先生说，我们回家吧。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人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信仰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不要帮忙，不要帮上帝的忙，那个会造成反效果。你们知道在美国牧会的有一些牧师，在1996年我是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中的讲员之一。有一位加州的牧师，他就说他很难过，他说教会聘他的时候就是给他3年到5年的时间，如果教会人数没有增加，请你走路。他说这是我的压力，所以我必须要学韩国，我要学新加坡，我要搞很多的活动，看起来很热闹，事实上我告诉你，他们都叫我范姐，人数还是一样。你们知道去年破产的最大的教会是什么？水晶大教堂。我有一个学生，北医大的，早期的，那么他到欧洲去旅游，去参观欧洲的大教堂，回来之后说我不信基督教了，欧洲的教堂已经没有人聚会了，那么漂亮，怎么我们这里还在聚会啊？不用信了。如果用其他的事来代替上帝，那么不但是愁苦要增加，而且上帝将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的增长到底是什么？教会的增长就是我们愿意活出来这个信仰，然后我们愿意来传福音，真的是将我们的生命
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在有一位牧师说，他的崇拜呢，这个是我看一下，跳到哪里 ？Eastman， 好，我往下走哈。有一位牧师说，他的崇拜是最受欢迎的崇拜。请问，这样的崇拜很像什么？我想我们最需要的崇拜是，我们在这个崇拜之后回去，我们可以流泪悔改，然后我们跟神更亲近，我们更愿意遵行他的话，而不是我们参加了一场热门音乐会。那么我不希望我们的崇拜是被操纵的，所以富勒神学院的院长，早期的院长 Debbie Herbert 他说，教会将来在天上要做什么，今天在地上就该做什么。我想一个人赞美的深度实在是跟对上帝的认识成正比。你越认识神，你就越敬畏神，你越不敢轻慢，你越不敢在这里秀自己，而不是把荣耀归给神。有一位印度的牧师参观伟大的这些美国教会敬拜赞美的教会之后，那个牧师说，怎么样，你的感想如何？他说，我觉得你们是 praising praise worshiping worship， 就是你们在可以说你们是在歌颂你们的赞美，你们在敬拜你们的崇拜，但是我看不见上帝。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到启示录里头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敬拜。时间有限，所以我就跳到最后面去。让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焦点，他永远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点。我们的奉献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音乐也好，我们的讲道也好，它是我们的中心点。我们永远以站在学音乐的立场，我们渴望用最好的音乐奉献给神。所以在教堂里头的应该是最好的音乐，不是次流的，不是二流的音乐。这也是当年我创立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时候，我们3大使命之一。第一个就是教会音乐要不断的提升，第二个音乐要来传福音，第三个音乐要在音乐界，也就是在文化上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学音乐的基督徒跟没有学音乐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好像工程师在工程界，好像银行家在银行界，要有这样的见证。这就是音器。我们知道在最后我们来看崇拜，在希伯来字它根本的意义就是俯伏，颂扬就是跪下，感谢就是伸手。所以我们是全身的全心的敬拜，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看最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看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第4节，来，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愿我们教会的敬拜就是这样天上的敬拜。下面我们来听圣城。我相信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心中的祷告。
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敬拜，献上感恩。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你要我们像你一样完美。主啊，但愿我们一次比一次敬拜更能够讨你的喜悦，更能够学会，也能够操练敬虔，直到我们与你相遇的那日，直到在永世里头，我们可以昼夜的来敬拜你。主，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